行政長官曾蔭權啱啱發表最新嘅施政報告啦，個名咧就叫以民為本，務實進取。佢裏邊咧其中一樣，我諗我哋大家都關注嘅咧就係講到咧就有關家庭嘅問題。咁施政報告裏邊咧就好強調咧家庭嗰個嘅價值啦。咁佢裏邊話咧，佢話重視家庭咧係我哋嘅核心價值觀念，和睦家庭咧係和諧社會嘅基石。咁相信咧，我諗我哋好多人都會同意呢一個嘅講法嘅。因為大家都認同咧，其實好多而家香港出現嘅問題咧，都係源自咧家庭出現問題。而以往咧，香港政府處理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往往咧係頭痛醫頭嘅。譬如咧，青少年有問題，咁於是整個青少年事務委員會啦；覺得婦女問題需要關注，整個婦女事務委員會啦。咁老人問題又有老人嘅委員會啦。咁咧，但係咧，大家好多時咧就係各自為政嘅，同埋咧有時咧好多嘢咧就係講完之後咧，好似冇咩好具體嘅嘢咧可以做出嚟，亦都唔見得咧對而家啲嘅問題咧有個好大嘅改善。嗱，今次咧呢一份嘅施政報告裏邊咧就話咧，希望咧成立一個更加高層次嘅委員會去即係統領咗有關呢啲嘅工作。嗱，咁個方向咧，我自己覺得咧係值得支持嘅，即係因為咧即係總好過咧分散喺唔同嘅委員會裏邊咧去處理一啲咧其實咧可能係相關嘅一啲嘅問題。但係個問題就係究竟呢一個委員會佢會有啲咩人呢？佢有冇啲喺決策局裏邊咧，即係好有代表性，能夠去影響決策嘅嗰啲嘅主要官員喺裏邊參與咧？同埋政府究竟願意投放幾多資源喺裏邊咧？我諗呢個都係呢個委員會咧能唔能夠成功嘅其中一個嘅關鍵。咁不過咧，我諗除咗即係講到呢一個即係有啲咩人之外咧，即係大家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邊咧，其中一點咧更加關注嘅就係其實呢個委員會咧就唔係即刻成立嘅。即係政府話咧，都仲要用半年嘅時間咧去研究下，即係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樣，即係要將來要點做啊，要投放幾多資源啊，然後交俾咧下一屆嘅政府咧嚟到處理嘅。咁有啲人就話咁嘅結果都係好似得個講字嘅啫，即係都冇一啲好具體嘅嘢咧，會喺呢一度咧，即係起碼未來一段嘅時間裏邊咧落實嘅。咁不過咧話雖如此，我自己覺得咧，其實都未必完全係壞事嘅。從另一個角度講咧，未來半年其實係一個好關鍵嘅時間。未來呢半年咧，就係大家咧要爭取咧，將一啲即係我哋認為重要嘅價值或者呢重要嘅理念咧，寫入呢一個有關將來嗰個即係家庭政策或者呢個委員會嘅一啲嘅方針啊路線嘅一個好嘅一個時機。嗱，對於好多嘅教會機構嚟講咧，其實咧家庭咧係我哋嘅強項嚟嘅。即係喺過往一段好長嘅時間裏邊咧，我諗唔同嘅機構咧喺一啲唔同嘅家庭問題裏邊咧，都做過好多唔同嘅研究啦，或者咧手上有好多唔同嘅個案啦，亦都咧即係可能喺佢哋嘅機構裏邊咧有唔同嘅理念去諗咧點樣去即係建立一個和諧嘅家庭啊，同埋咧解決一啲兩代之間嘅問題啊，無論喺佢哋即係一啲嘅摩擦啊，或者一啲理念上面唔同啊，點樣去令到自己嘅家庭更加和諧？其實呢樣嘢咧，對於好多機構嚟講唔係完全新嘅。喺過一段嘅長時間裏邊咧，其實大家做咗好多問題。而家一個好嘅機會咧，將大家以往做過嘢或者諗過嘢咧，有冇辦法好好將佢落實咗咧？即係然後融入呢一個嘅委員會裏邊。咁咧其實喺過一段好長嘅時間，即係西方個人自由主義咧，個影響係好犀利嘅。以至咧，我哋睇見咧，其實喺西方甚至咧慢慢呢個風氣吹到嚟香港咧，對於家庭咧，其實造成嘅衝擊係好大嘅。包括咗譬如好多即係年輕男女已經唔係好中意結婚啦，即係而家咧即係佢哋寧願選擇同居啦。咁咧，就算結咗婚咧，嗰個離婚率咧其實都越嚟越高啦。咁以至咧出現咗更多嘅單親家庭啦，更多嘅青少年咧缺乏到咧雙親嗰個嘅照顧啦。另一方面咧，即係婚外情啊嗰個情況又即係越嚟越普遍啦。同埋睇到咧，其實仲有好多嘢咧衝擊緊。即係傳統嗰個嘅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制嗰個家庭制度，呢一個所謂嘅讓一啲細路仔能夠較健康成長嘅核心家庭嗰個制度嘅，包括咗甚至有同性婚姻啊，甚至而家講緊係多元婚姻啊，係咪即係唔好再係一男一女啊？即係可以有即係更多人喺嗰個嘅婚姻關係裏邊咧。其實呢種嘅所謂即係自由主義咧，其實係衝擊緊咧而家咧即係嗰個嘅家庭制度。咁我諗我哋喺定呢一個即係重視家庭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我都要諗埋咧點樣去令到呢個家庭制度、婚姻制度更加鞏固咧，其實都好重要。
嗱，我諗喺即係講呢一個家庭嗰個問題嘅時候咧，好容易大家又落翻去好似同其他社會問題一樣咧，就最後可能就變成咧只係即係講要調撥幾多資源咧，即係分餅仔嗰個問題啦。即係抌幾多錢落去啊，好似學券制咁樣，俾幾多錢啲家庭啊去幫助佢哋。嗱，呢啲咧係重要，不過咧我自己睇可能都未必係最重要。即係我哋更加重要嘅就係諗下。喺講家庭價值嗰陣咧，我哋整個社會嘅政策咧，有冇更多家庭友善嘅政策？譬如話，我哋能唔能夠容許一啲嘅即係要照顧家庭嘅一啲嘅人士咧，佢哋有更加彈性嘅上班嘅時間咧？我哋容許佢哋有更多嘅空間去即係同家人相聚咧。正如好似政府推緊嘅5天工作制啊，或者咧即係將嗰個工時咧嚟到去即係有個嘅上限嘅限制，唔好令到咧大家咧。即係不斷加班而破壞咗嗰個嘅家庭同埋親子嗰個嘅關係。另外一方面咧，即係除咗呢啲嘅之外咧，其實以前即係前一排都有人提過嘅，可能喺香港仲要面對好多嘅阻力嘅，包括男士有冇侍產假咧？即係太太要生 BB 嗰陣咧，可唔可以都有時間咧？即係去陪伴佢哋啦。咁啦外國咧，甚至有啲細路仔喺個成長過程當中咧，婦女嗰個產假係越嚟越長嘅。咁咧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即係包括咗咧喺點樣去製造更多嘅空間，讓到咧即係香港嗰啲家庭咧有更多即係親子活動嘅空間。其實香港好缺乏咧，即係啲可以咧即係放假時候一家大細去玩嘅地方。可能結果咧大家又走晒商場去食嘢去飲茶咧。其實呢啲活動咧對即係促進嗰個嘅家庭嗰個和諧未必係最有幫助。另外一方面，我哋整個社會能夠提供更多嘅課程咧。其實好多人咧結婚之前冇上過堂嘅，冇去參加過呢一個即係婚姻輔導嘅，以至咧佢以為佢即係一結婚就自然會識嘅。其實好多嘢咧要學嘅，生仔都係好多人咧生仔女之前咧都未學過咧點樣去做人爸爸媽媽，以為咧生咗出嚟就會識。其實可能好多嘅技巧咧都係需要咧學習嘅。問題我哋社會有冇提供更多呢一啲嘅機會？更多呢啲嘅無論係課程啦、研討會啦，或者一啲即係有關嘅一啲嘅小冊子啦，去幫助一啲咧即係青年人或者啲夫婦咧去學習點樣面對。其實家庭友善咧唔係單單係講緊資源分配，而係講緊我哋整體社會上面好多政策配合。希望嚟緊呢半年咧，即係我諗我哋大家都能夠踴躍啲咧去表達意見啦。希望即係將來所成立呢一個委員會咧，係一個咧真正係有方向。同埋咧真正咧係能夠咧得到即係各界嘅支持同認同嘅，以至我哋希望喺香港呢一個即係家庭已經面對好大衝擊嘅一個時候咧，能夠鞏固翻咧我哋而家嗰個家庭價值。